內在 Q 鳥客際談。唔講疫苗講，張講疫苗湯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子路。係啊，阿切。今日又講乜雞呢？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，今下已經新的一年了，2021年了啊，就用同年的算法來講咧，係咧從呢2000年開始算呢嘅話咧，就過咗一胎嘅咯，21年了啊。然後咧就話到啲嘅好多話到 Q8嘅老年家也開始慢慢老得來了啊。然後有好多東西，其實雖然啊都見啦時代進步，雖然講馬來西亞又唔係講好發達嘅一個國家，但係又係在穩定呢隻線嘅，又越來越多嘅年輕人，慢慢咧同 Q8嘅東西慢慢脫離嘅，同時啊都馬來西亞好多老年家又唔係講好辦咧，又講個故事本呢度年輕人聽，所以自然咧。有好多年，見下年輕人就同見下全世界東西就接得好順利，但係就同過去就越來越少有聯繫嘅，越來越遠了。然後咧，所以就借個機會，看有緣分傾入來談嘅朋友們啊，可能遇到可能談下咖啡，也唔係講好辦嚟談嘅，也冇錯，可能也首先你有個接來嘅想法就係講。係咧要見啦，係要機會同嗰個老年家聯絡咧，係要同嗰個阿叔、老阿叔、呢個阿婆、阿伯啊，同啊，係要啲聯繫咧，就記得多啲去聽下幾多東西，講下幾多叫佢白講嘅家鄉話，因為咧其實都係講客家話，其實人哋唱嚟係講口音嘅，係咧我講嘅話咧。喺客家話口音嗰度係廣東式嘅，但係我記得廣東唔係唱廣府話嘅，佢擺喺廣東係一隻好插嘅地方嘅，從潮州話、客家話到廣府話，通通其實算係三態，但係其實三態話裏邊又要分得好多種嘅，係真。係，在最圈嚟聽送你隻來落南洋來。來潛到嗰啲 Q8嘅東西嘅叫做歷史學家，叫做講真啊，有時候也多啲叫做，要嘅機會知道原來都平常時呢啲聽下叫公會啊，叫做種係咪客家公會、潮州公會、廣東公會，通通要唔同嘅名咯，要潮陽公會，要嘉應公會，通通一睇在，啲嘢也就幾樣。原來等你叫做要真見咧去來潛嗰度撈東西嘅呢度年咧，話一下就反正幾十隻公會上，幾多時不時係講，其實隻隻公會代表定要喺佢擺喺中國唔同嘅金邦，叫唔同嘅呢度東西又要記錄起來，但係從中知得到，哇原來叫做係到家鄉話係硬複雜、硬多嘅。多到也好難去真正去講出來啦，因為就話見他講咧，就今年嚟了解來咧，喺口音嗰度係今年廣府話，然後輸到個廣府話要影響到嗰度，而冇人講到好廣東嘅地方，也係廣府人係唔少嘅，也係在當時係咧清朝嘅時候，都。廣東唯一一隻或者中國開放嘅港口就係在廣東啦，所以咧有時候想想下，你如果有在做生意自然，這陣你都會去嗰啲前設嘅啦，係冇？所以喺咁我講Q8廣東嘅地方原來也係硬神奇嘅，但係你聽下見他講嘅也就一部分人啦，其實也有好多原因啦，所以咧，等下想想下，再見下最重要嘅咧，你係咧要機會談下你個老年家。行得好順利嘅講法，行好項目個，行得方便到東西個，喺個老年家多啲去同佢度聯絡，多啲去講法，千祈冇想講見下試呢東西嘅Q8雖然覺得掉係而買，其實嘅想法你喺度學唔難咩啦？見下好多嗱啲朋友咧，係嗰種好 healthy啊，唔有講啊。香港佢哋阿爸阿媽又唔有講啊好多，佢哋嗰個隻話佢哋好想去學哦，喺講學佢哋唔有講哦，佢哋有 healthy 啦冇學。而家講呢隻數據啦，當咗隨嘅 video 嚟就補充嘅咯，就係學
海南話嘅東西啊。海南。原來在差唔多40幾年前嘅時候，在唔知馬六甲會要海南講海南話嗰多一年，要嗰啲同年咧，沙菲啲杯講海南話一年要差唔多到30幾%。如果跌到在一笪地方，但講話但要超過差唔多到一半嘅年都想講海南話，其實係個好神奇嘅東西啊。但係可惜，在差唔多過咗10年啦。佢啦號碼就慢慢直接落啊，落到好嚴重，直接到20以下，所以你講一下唔驚係差唔多10%嘅你都會講，所以其實有時候係啦，其實這3年學中文華語嘛，係好至少每日都要有一個統一嘅語言來互相去講話嘛，伊冇可能講，你看啦，其實福建話同上海話都差遠，但係在中國咧，TDD 其實就在隔離樣喎。但係如果發啲音效超遠咧，你真見呢堂嘅嘛？但你要真正搬到同年嘅直接互相去明白去了解，又係靠住中文啦，係你都學係對。不過係咧，見下年都按到機會讀書了，我這年都要材料去讀嗰度話咩思想嘅書啊，從童年咧個道德經到史實咧嗰度就 Q 拜個耶穌啊，係咧Aristotle 從然後了年咧書都要除咗啲讀了，做乜弄一啲花要未學咧？要到年後都學了，10幾個國家嘅花都講得到出來，做乜解自家鄉話要講唔出來咧？好多其實好多嘢係冇機會學啦，我覺得。睇陣咧，其實要學到愛學都冇機會學了。所以咧係咧要材料，甚至係最終係點頭先見講咧。還有得湯，就盡量去滿嚟到老年家。多學一隻其實係冇唔效嘅，語言嘅東西。你學嗰個你要行個多了解，你要傳統，你哋話見啊，到底係從哪裡來嘅？其實咧，見下雖然講好複雜，見下全世界通通好複雜，但係咧至少係感覺到見下講客家話係好歡喜嘅，係好無係好出得嘅啦。其實你要講複雜嘛，其實可能你係變簡單嘅去。又係有道理噃。因為通通都要變統一嘅去嘛東西。其實其實係兩隻地方嚟，所以你見它變簡單啊，之後覺得 Q 拜係複雜。你講 Q 拜中國嗰位，按多中年，你講客家都幾多啊？分縣市啊，外縣啊，音又唔同，你話音係個眉縣係縣市嚟噃嘅。都係咧，一齊好好嘅在古語通通係，在馬來西亞係好。馬來西亞看到哇，你買客也好，哇，也係覺得比較少嘅嘛。也係得合作咧，對。所以其實講真，我覺得也係要思想唔同嘅啦。但係講真，那就愛花都愛要至少保存得幾多咗幾多咯，就係而家節念咩啦，我覺得。對。所以講最後。就好像做到馬來西亞童年那種，其實也係感覺到也係幾好嘅事情啦。所以就係咁樣咯。我哋好個扶貧你看待嘅事情啊，就係那種企喺中間嘅感覺咯，好似好彩咯。但係又係愛，就愛自家個要給他主動一啲啦。各要合作咯。其實你有好多朋友都講，哇點樣講？哇你係有講客家呀？你話講阿乜要講啊？就先有講咯。係咯，就話有一次同我去講，就話要嘅線可以保存啊，就真係保存下去。係咯，就其實嗱咧，就是呢一年就希望大家就個上一年咧啦疫情嘅問題COVID-19，所以希望大家盡量安分啲。最近啲號碼又唔係講好看啊，就報告出來嘅號碼又唔係好看咧。希望大家安分啲，新年咧就過到個穩定啦，這樣咯。順順利利啊，希望大家。還有全世界唔理哪位嘅朋友，雖然見他講嘅客話，首先要談英文嘅年代談唔懂咧，但係咧希望大家歡歡喜喜，在出新嘅年就在全力啲這樣啦。OK，拜拜。